郭文摕接受到华视新闻的专访，甲主持人陈雅玲讲副手讲两番外交等等的议题。其中有关这个副手，郭文摕讲一开始有4个人选，最后民众党的党中央的决策委员会9票有8票是投吴欣盈，得到压倒性的胜利。另外，郭文摕讲，伊若当选总统，伫个外交的方面，会来延续着蔡英文总统的路线，发展台湾自我防卫。搁较侪精彩的内容，请详情收看。阴暗8点，总统先生请回答。今天开心吗？心情怎么样？开心吗？今天来华视。首先，我们要去视察厕所。一落车，就看到真侪甲迎接的人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摕表情由原冷静，也维持伊一向讲话直接的特色，来华视接受专访。说准备几个人？其实4个。4个，有4个副手。中央决策委员会啊，大概有9票还是10票？9票10票，那吴欣盈几票？8票。哦，这么多，所以是压倒性的胜利耶。是很多啊。这是中常会确定副手资格了后，郭文摕的第1场专访。除了头一遍公开讲到，包括吴欣盈在内，当初其实有4个人选。另外也压了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补助款，拢无留伫家己的身上。钱全部民进党在处理，所以那个钱我完全不知道。所以2014年拿到的2500多万，要请民进党说清楚就对了。不是，他们有一起去处理掉。处理掉？就是，公务清册不是处理掉，就是说那个账目啊，反正最后没有剩下什么钱啊，没有拿到钱，没有拿到这个补助款。我回去问问看，但是我要跟你讲，2014年的钱的处理，所有那个财务都是民进党处理的。第一点，2018年那个时候我拿房子去抵押，所以我当时押了2000万，啊，那个民众党每年8000万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22个县市党部分一分就没有了。看起来是咧口水力赢，要个郭文摕讲到两番外交的路线，所以有完要遵照蔡总统的脚步。我们就是按照小英路线啊，不然你想怎样？所以你会按照小英路线？至少外交是按照小英路线啊，只是说在两岸关系上，我们比较会表达和善这样而已。和善。那你的军事呢，也是按照小英路线吗？你要不要发展台湾的自卫能力？绘画一定要的啊。为副手议题，财务必新，佮讲到两番外交的态度，各种参选的话题，佮较侪精彩内容，请锁定今仔日暗时8点，总统先生请回答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